花西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4，旧历的2月12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中市有补习班的老师共拍囡仔，拍甲囡仔参要举起片仔都无力通举。这个读国小2年的小男童，讲到敢若功课写较慢尔尔，补习班的老师就掠讲，甲囡仔拍甲伊的正手骨。 规大片仔咧乌青硬化，参要举起片仔都无法度，妈妈是有够唔甘，目屎太流。这读国校2年的10步囡仔正手骨和补习班老师用爱的小手讲甲拢乌青，因老母看了真唔甘。他连牙刷都拿不起来，我们才会发现，而且已经瘦了4公斤。你知道身为家长的我有多无助吗？ 这个月7号，这个10步囡仔伫补习班，敢若是功课写了有较慢，喊3声老师尔，老师就失控拍这个10步囡仔，这个囡仔转去唔敢甲因老母讲，个连续做几啊天的噩梦。这一次是因为老师的情绪完全失控，还在监视器下录到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的小孩子还要被殴打几次。 家长去甲报警要甲告，这个老师迄一天毋若无甲讲这个代志，事后嘛拢无关心。 补习班表示讲，这个老师伫代志发生后嘛真后悔，因嘛甲石头落案。那天情绪失控了，他讲了很多次，小朋友都不听。小孩子再怎么样，你也不能这样用打。在第一时间也主动通报教育局。教育局表示讲，补习班过3天才通报，违反规定已经依法罚5万块。根据《儿少权利保障法》，最高呢是6万以上跟60万以下的罚款。 依照目前的法规，补习班用老师无需要有老师的资格，嘛无需要受过训练，只要有学历证明甲良民证，这点家长提出质疑，教育局表示讲会甲中央协商来修法，希望讲莫有后一个受害者。